更加感動咧，就係見到大家今日嚟臨我哋呢一度支持我哋。老姜係一種精神，呢種精神好難被定義。老姜嘅精神可能係美廉有眼疾，但係佢見到大局，亦都可能係街角文武雙全，佢有合意嘅精神。呢度種種嘅美好嘅品質嘅集結，就係我哋第一屆老姜嘅精神。今日同時喺在場有4位嘅拆牆專家，佢哋係大學嘅學者，拆嘅唔係磚頭，而係世代之間誤解嘅高牆。其實2000個年青人，即係2000粒種子，每一粒種子都可能會發芽，變成一棵樹。每一棵樹都可能會繼續成長，變成一個森林。咁呢個就係老姜好永續嘅精神，而呢一啲精神係依靠我哋好頑強、好有鬥志嘅老姜大使一直咁樣默默去堅持。咁以下我要頒發一個獎項，叫做老姜突破獎。我宣布第一屆嘅老姜大使畢業禮圓滿結束。我哋報以熱烈嘅掌聲，山姜們準備開學啦！呢個咧唔單止係一個香港嘅社會企業，我覺得係一個亞洲一個特別嘅社會企業。呢個光芒一定會散發到去其他地方嘅。老姜唔淨止係講故事，仲有好多創意嘅體驗。有陣時我係大學裏邊嘅義務講師，有陣時係電台嗰度一個受訪人物，甚至乎係商場裏邊一個表演者。原來老咗都可以係咁好玩㗎。